其实我是一个现代歌谣的创作者啦，所以我当然用现代的角度、现代音乐的角度来写那个歌的但是身为一个客家出群的一个创作人真重要。如果我也的作品底背同客家的出群多大有冇嘅关系我时常讲，希望客家出群。本来有嘅东西嘅话，我哋创作嘅东西都冇紧啊，冇紧头，所以有啲东西都唔会实在啦，都会假嘅。我哋看西方音乐咪同样，西方音乐几来年係来自5年嘅，5年嘅18世纪嘅時間開始影響到烹飪而影響到。都見現下全世界嘅流行音樂，所以我哋見美講，學一下最先進嘅音樂、最前衛嘅音樂嘅時間其實大家都會講，也係類似5年嘅音樂嘛，客家音樂唔應該係咁樣啊！將來大家聽到講，也係一個客家出群嘅創作者顏志文嘅歌嘅而嘅歌嘅聽起來都同一個時代嘅乜嘅。爵士啦、搖滾啦、流行等等，同樣啊，係種無客家嘅客家傳統歌謠嘅東西嘅地步嘅時間，你會本人嚟看啦。而仲有個歌詞拿喺嘅時間而睇唔出嘢同客家有乜嘅關係。所以我聽到想辦法，仲有個都對我哋客家族群應該有嘅音樂係上到樣板，一種嘅東西。一聽到本人看得到、聽得到。最重要如果客家歌謠、傳統歌謠而發展嘅最末喺台灣超過300年，所以300年累積下來，其實歌謠有啲真重要。歌謠地背累積嘅係一個族群嘅文化、伊嘅生活習慣，全部喺歌嘅地背，所以。我哋對要的東西拿出來，結合現代音樂嘅時間張友發都本人講，你原來你祖先係按呢過來嘅，所以我個人輕重視客家傳統歌謠。其實客家現代歌謠，我個人認為輕重要嘅東西，一定要結合我哋客家傳統嘅音樂。用我講咯，因為我哋喺中國寫出來嘅東西冇法度表現我哋傳統本來有嘅一個內涵嘅話人將歌詞拿下，有一個係談唔上嘅歌詞伊歌嘅表面上睇起來同流行歌嘅共樣，同一個美國嘅歌嘅共樣安尼都實體即個族群嘅意義。所以一聽到將一個傳統音樂嘅元素表我睇一個現代嘅創作地位當然美善有美善人嘅做法啦即個真重要咯。我要深入去了解，將我哋傳統歌嘅地位、傳統歌謠，即多單樣嘅表達咧。所以我哋嗰度專輯可能客家新嘅創作人地位用最多傳統歌謠喺我哋成個台啦。所以講，移民人民也真重要，就仲係西方音樂嘅藍調共樣、5年嘅音樂共樣，又係睇。我哋除了從事現代創作之外，不可少的一個東西。